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无啥物问题，请放心。都甲你讲检查袂有问题啊，你著听医生的话，免烦恼啊。安心啊，食饭甲困，安尼就对啊。啊。来，这是妈妈婆啊，今日翕的超音波相片嘛在内底。恭喜你真是要做妈妈。多谢医生。免客气。多谢。这是咱的信心。丢谁是七小姐？啊，恁甲丢当处丢做伙来哦？阮无甲伊约啊。哦，安尼我偷偷甲恁讲，丢当处丢等下嘛会来。啊？伊讲来敲恁一个，无问题就落定。哦。恭喜两位哦！安尼等下阿姊看到咱，敢会甲伊摇下？袂啊，咱拄啊好会做伙甲伊说多谢。我看等下用你的名义请伊食饭好啊。好啊。安尼我先带恁去哩。等下丢当处丢来，你带伊去哩。好，这边请来。这边会放一块细地碰椅 L 型的，然后咱会在遮看风景。另外，这倒壁我感觉会放70寸的电视，大咱的相片。我感觉买电视柜上好，莫买传统的。丢当处丢来哦。我嘛安尼想。丢势是歹势，丢当到啊，我去电梯遐接伊。哦，好。唔知阿姊等下看到咱，敢会惊一跳？嘛好，我真久无看到伊惊到的模样。咱等下请伊去香港餐厅食饭好。好啊，伊真爱食香港的物件。爸。阿姊。张当处长，你之前讲要买厝互你的囡仔，拄好恁囝甲伊的未婚妻嘛来看厝。这间厝做新房真正足适合的。空间大，也有家世过孙嘛唔惊。是安怎？你有甲友莲讲咱要买厝的代志啊？所以这间厝是要买互明芳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是我唬唔对啊，真正足实的。有莲，咱来走。你先甲阮太太介绍这间厝，我念伊就等。哦，好，歹势。有莲，稍等下。有莲。有莲，迄个卖厝的，唔知安奈甲话传到安尼，
也毋过我想，我也是应该甲你解释。有啥物好解释？就是你想要买厝互周明芳啊！我即马才发现，是我家己想伤济啊。因为卖厝的讲你是要买厝互囡仔，我就掠准你遮尔替我想。结果迄个囡仔毋是我，是你甲周明芳的囡仔。其实这件代志我嘛有毋对，是我想伤多，我误会啊，所以幼莲才会互我影响，也是失礼啦。你为什么要回失呢？啊，毋是你的毋对。幼莲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件代志只是一个误会，只是迄个卖厝的讲毋对尔。敢讲你认为这是我毋对心？你就是。幼莲，莫讲啊啦。你莫安尼啦，甲我讲话好无？妈，我嘛会惊。你安尼，我真是足烦恼的。我知影你足艰苦的，也毋过我嘛想要替你分担吗？伊平常时拢甲话讲了真好听，讲我是大囝，是伊的接班人，自细汉到大汉拢爱我体谅伊，讲我一定会来谅解伊。伊讲阮妈离婚。佮秀娟阿姨结婚，到尾也娶周明芳，每一届拢爱我体谅伊，我嘛一直上听伊的话，所以每一个人拢反对伊的时阵，我也是共款做一个乖囡仔，做一个乖囝，徛在伊迄边。替伊解决问题，不管是在厝内还是公司，拢同款。也毋过到尾啊，我得到什么？伊阁真是抓准我是为着迄间厝。我即马才知影，我在伊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啥物。真正阿妈讲的，我阁唔信。伊就真是敢若想着周明芳阁有因的囝。安尼我咧，有我咧，文琪文玲有人咧。有我比我较巧，伊早就发现阮爸是一个敢若替家己想的人，我煞家己咧骗家己。有人，
你还阁有我，以后咱结婚啊，就是一个伙啊。不管你拄到什么困难，有什么艰苦的代志，你拢会记的。你还阁有我。是的，爱你陪我做伙经过这，对我老的面头前无面子。我会一直陪伫你的身躯边，陪你度过所有的代志。今日签约啊，以后这间厝就是你甲信人的。对了，敢莫先替你找设计师来讨论，看你想要。你甲幼莲这误会，你打算要安怎？我会当安怎做？规件代志拢是伊家己想歪去。我本来就是按算要甲这间厝留互伊，才会另外阁替你买一间，伊有啥物通好无满意的？搁再讲啦，这间也是透天的呢，干那这块地都值偌济钱啊！老实讲，伫所有兄弟姊妹内底，上无资格怨叹的都是伊啦。结果呢，伊搁我面色看，我这老爸是有倒位亏待伊啊！安尼伊是安怎会去看迄间厝咧？敢讲你无甲伊讲，这间厝是要留互伊，以后结婚是要住伫遮？因为伫替你买厝进前也未确认，我想讲确认以后才甲伊讲。谁知今日遮尔拄好就拄着啊！而且我拄则约出去要甲伊解释，也毋过伊毋听，干那淡仔生气，我是会当安怎？所以你自头到尾拢无甲伊讲。毋是我无爱甲伊讲，是伊无爱插我。而且买厝是用我的钱，也毋是开伊的啊。敢讲我买厝互你，还阁经过伊的同意哦？你这安排甲用意，你拢无互伊知影，无怪伊的误会，伊会生气。我真是无希望，大家掠准我要抢张家财产。以后你敢袂会甲代志，拢甲囡仔讲甲清清楚楚。好啊好啊，咱莫阁讲啊，讲到我拢感觉烦啊。好啊，我巴肚枵啊，先落去食饭啦。刘董、刘太太，会当食饭啊？妈。安尼菜拢好啊，恁会使用啊。啊，有你甲卡婷吼，有打电话转来讲，甲朋友有约啊，无要转来食。哦，幼莲呢？哪无看到人？有我毋知呢，伊无讲。哦，好。阿妈，安尼我先去倒粪扫，互恁豆豆食。妈，食饭啦。刘先生，幼莲，来食饭啦，来，进来进来。阿妈，我咧外口食饱，我先去哩。对啦，幼莲啊，你去看厝看了啥款啊？月底内地的代表要来讲合约，我有真侪工课要做，所以对明仔载开始，我袂去工厂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会甲家己的工课做好，无应甲别人斗相共。搁较无想要互误会，我想要尽全力。你有啥物话就直接讲出来，慢来等阮细讲。你遮尔歹想要创啥啦？安尼我就直接讲，这就是伊爱的啊！伊毋是一直烦恼我会甲工厂抢走。既然伊想要掠条条，我嘛无想要坐。我即马就甲工厂行伊。你当时巴顿变遮尔个啊？都因为迄间厝，安尼甲我激气是无？这毋那是厝的问题。是啥物厝啦？哈？你毋是讲要买互伊啊？
这是安怎啦？你什么人会当甲我解说一下哈？幽莲，阿妈，你嘛知影慧敏自细汉是伫什么环境大汉的？伊竟然甲我讲买一间40平的厝就好啊！伊体谅我，无想要互我加开钱。也毋过你甲我讲，爸想要买一间厝，互伊的囡仔。哼，就这样拄好，我去看厝，卖厝的嘛甲我讲，爸想要伫遐买80平的厝，互伊的囡仔。80平会用的啊！啊，恁两个结婚了，恁个生囡仔80平拄啊好啊！我原本嘛是安尼想，我想讲爸这样替我想，我真正真感激。结果伊去看厝，根本毋是要互我的，是要互周明峰过伊巴肚内的囡仔，自头到尾拢是我家己想这。无啊，啊，迄个囡仔都还未出世，你就买厝互伊，你是头壳讲着？明峰叫我做某，名下无股份嘛无不动产，我买一间厝互做保障，安尼唔对心。你有答应我呢？你讲你这个囡仔拢会一个一个安排好势，幽莲是大囝呢，你得头一替伊安排啊！你来头一安排巴肚内囡仔哈？你为啥特别照顾伊啊？哈？是伊家己性动啥事？还是伊的囡仔是人？阮这个人拢唔是人啊！果然，恁即马甲所有的问题，全部拢撒对我的头壳顶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你为什么特别照顾伊？哈？是伊家己性动啥事？还是伊的囡仔是人？阮这个人拢唔是人啊？哈？果然，恁即马甲所有的问题，全部拢撒对我的头壳顶。既然你看我遮尔惨啊，你嘛无甲我当作是一家人，安尼家常买厝互我，还阁有我的囡仔住，行你一个清静的空间，安尼有啥物唔好？你阁有理由哦？你之前是安怎甲我讲的？你讲有心是要替张家阁生一个孙，你讲我少好听的，你讲我少可怜的，你在我的面头前哭互我看，外头随叫家常买厝互你，安怎？以后兴华阁要分一份股份互伊信，家常啊全部拢互伊信。你所讲的一家伙是啥？有包括阮无？还是只有恁三个人是人，阮拢毋是人？明峰从来毋捌安尼想，你莫诬赖伊啦。伊每一步拢在甲阮抢财产啊！你讲，你是毋是拍算安尼？我也话咧，我头壳也真讲咧，除非我判断。我所看到的是恁自头到尾拢在欺负明峰，伊一直让步，让到即马，伊敢若想要搬离开这间厝。我照顾伊，我疼惜伊，我先替伊安排，受啥唔对啊？你若唔想看嘛，你是安怎对待伊的？喂，你刚才你这样讲啥呀？你敢对我这样大声讲话，刚刚你无受到伊的影响？好，大家即摆心情拢无好，先冷静者。有啥物代志以后再讲。咱出去食饭，莫伫厝里食。你看你老爸，叫面通生甲耳孔啪啪啪啦！你买40平的，伊买80平互伊，哈？明明心肝都歪一边啊！为着迄个查某家遮尔大声甲我讲话，唔免偌久啦，规我拢互伊芳芳去啊啦！阿妈，我从来无毋望爸互我啥物，我拢会靠家己。袂用的，应该互你就是爱互你。兴华恁兄弟姊妹大家拢有付出，尤其是你，遮尔侪年啊！我无可能兴华互明峰芳去。阿妈，你放心，我会守住兴华，绝对袂退让。嗯。搁在艰苦。这几年我做一切，拢是为着这个囡仔，结果想袂到，连我上信任的友莲，拢会当为着一间厝计较遐尼济，甲我变面。
那个阮妈，伊竟然安尼对待你，我实在是……对因来讲，我只是破坏你家庭的人。要毋过安尼嘛好，大家甲话讲清楚，以后嘛免伫遐摇来摇去。因看到我，嘛免阁做一寡表面功夫。迄时因无了解你的好，你做已经有够济啊！煞煞去，不要紧，我袂阁遐尼卑微，叫别人接受我。我只要有你，甲囡仔，我就满足啊。等迄间新厝装潢好啊，咱就搬去遐大啦。嘉诚，你为了配合我，你敢会这为难呢？虽然因无把我当作是一家人来看，也毋过你也是一家之主啊。因拢大汉啊，会当照顾家己啊。也毋过你是我的看守，你的巴肚内还阁一个需要保护的囡仔，你阁较需要我。本来我一直感觉，一家人都是应该大做伙，互相照顾，才算是一个家。所以，不管是文琪也是有缘，我拢希望因会当搬转来大。前一阵啊，我阁被友莲转来，即马想想咧，我实在是唔对啊。可是我会当较早看开咧。凡说大家都免母甲这么歹看。哇，今日有鸡仔饭呢，这就是合配糜。嗯，替我底一碗。阿兰啊，你胖遐要胖去倒啊？就当甲我交代讲，伊甲太太三顿以后拢伫楼顶食。莫会插伊啦，为着一个查某，规个伙仔拢歹伫啊。我看，我是紧搬出去住，较免大家见面无自在。我去上班。啊？唉，我看吼，我嘛搬来去庄卡大啦，无看会好了了啦。阿嬷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恁要搬走？恁搬走我要安怎？要搁有我是毋是嘛爱搬走？大人的代志囡仔莫管啦，恁乖乖上课就好啊啦。抗议是安怎？我袂当知影，我嘛是丢界人啊！发生代志我嘛会受到影响啊！所以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就恁老爸啊，买一间80平的厝，讲要互伊的囡仔啦。哦，恁大兄要结婚啊，阮大家拢抓准迄间厝是要买互恁大兄的，结果毋是，是要买互民丰北倒来迄个囡仔。哈？恁大兄就变做买40平的。啊，80平甲40平嘛差伤济啊！嘿啊，安尼算起来，我嘛应该爱有一间厝，要搬大家做伙搬。你看啦，你看啦，做代志毋照步来啦，对人有怨言啦。毋是啊，阿兄搁安怎讲嘛有一间公司？我做上细汉的遮尔久，爸拢无替我想过。而且你甲阿兄是咧甲爸冤家，我就安尼直接互放散呢。谁叫你无人爱？安尼受超过啦。安尼啦，好好一个家爱母甲安尼生啦，这拢爱怪你老爸啦。做代志进前拢毋小考虑一下，尤其是迄个民丰，拢想到伊家己有够自私的。是，阿姨，你放心，工厂这边哦，我一定会顾好，有任何的状况，一定甲你报告。好，好，好，阿姨，你好好休困，好好好，拜拜。周友莲袂过来工厂啊？
足好个啊！敢讲是因为我顶届甲阿姨斗，阿姨就甲伊处理掉啊。对着的人做对的代志，这真正最重要的。哎，要创啥？哦，这是要互厂商的请款单，要放伫张总监的桌顶，请伊签名。啊，张总监已经寄到啊，互我就好啊。啊，请款单互我就好啊，底下啰里啰嗦啊。来，各位，注意啊！这是工厂，工厂的老大是周总监，周总监即马请假咧处理，所以我就是老大，一切我讲了准算，我负责。请款单以后交我处理，有听到无啊？有。切，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也留下。喂，叶冠华，你到底当时才会当甲我见面？你是不是在迷我？我哪有迷你啊，宝贝？我若是迷你，我就袂接电话啊。我最近真正足无闲的啊。也毋过，我今仔日下晡有时间哦，咱敢要约伫迄老所在行啊？阿嬷，啊，你中昼是要食啥？我差不多要准备哦。唔免免，我甲朋友去运动了，我要去食中昼，你中昼唔免准备我的啦，吼。阿嬷顺行。啊，好好好。苏晴阿姨，你会当过来啊？阿嬷出门啊，伊中昼食饱了才会转来。嘿，好。后礼拜要休寒，原是啊。放假毋免上课，足爽的好无？都为爽。一想到咧厝，甲阮爸面对面，这比上课搁较烦。阮爸嘛真寒呢，一个一家之主，搁咧遐甲囡仔激气，又伫老花啊！啊，规气我找阮二姊甲大姊转来替我讲话，做伙对付阮爸。卖啦，卖互张友话知影，即摆出来遮尔热，伊一定叫我搬转去。唔通。江卡婷，足无义气的，当什么时阵啊，干受着家己，我拢遮可怜啊，搁唔紧想办法。我即摆连转去食饭拢感觉痛苦，我看我去交饭馆家己听食物件好啊。你敢有钱？我无钱，一人一款命啦。阮爸对我遮尔酷，就对伊迄个还袂出世，只有遮尔大的、遐尔大方。80平的厝呢，结果呢，我啥物拢无。敢讲我毋是伊亲生的？我看规气，规气叫恁爸分家好啊。分家？恁爸遮尔有钱，就算对你搁较苦，嘛有一间厝啊。也毋过我提出这个要求敢好？会晓炒的人才有汤啊食啊！你着去甲恁爸讲，你愿意食开，毋免80平，毋免40平，30平的厝嘛好啊。无等迄个囡仔大汉，反正你啥物拢无。当初阮爸嘛是留一间厝互我，也毋是互我迄个了尾仔就败掉，足气。对吼，
搁有阮兜的囡仔，一个比一个搁较不如。这出事无的确是了不了囝。江卡条，我哪会感觉你亲像魔鬼，一直使人我做歹代志？我哪有啊？我只是甲你心内话讲出来。无毋对，我会较主动的，尽力争取。也毋过分家这种代志，我去讲，谁会插我？你甲我想的果然同款，找迄个讲话上大声、上有分量的出来讲。你今日哪有闲来？来看你呀！哦，恁大家无伫咧吼？伊出去啊。好。阿妈，你坐啦。好。谢你哦。哎呀，即久无来遮济济啊呢！你拄则在无影啥戏啊哈？无啦，就甲厝内小可整理者。唉，其实即间厝吼，我看安尼买了有较细啦。你甲冠华若加生两个吼，即间厝哪有够大啦？哎哟，当初要买吼，应该买较大间的，迄大起来吼，毋才会舒适。唉，你若一头壳咧想啥吼，我都想无。毋是无钱啊，买较大间的，毋是较好诶。买一间才遐细间，哎呀。袂啦，阿妈，我感觉即间厝已经足好啊。当初阿姐愿意甲即间厝送互我做嫁妆，我就已经感觉足感激啊。阿姐自以前就甲我当做亲生查某囝共款，我真是感觉足满足的。乖诶，假使大家拢像你安尼遮尔低调吼，就无遐尔侪代志发生啊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？这里啦，嘿嘿嘿，我来啊！妈，我毋是爱你无代志，要定定过来，较免阮大家看到你，恁阁要冤家。放心啦，你掠准我遐尔爱冤家哦。我来进前已经问过阿兰，确定迄个老太婆无伫咧厝诶，我才出门诶。你看，我去庙会替你求一个平安符，保庇你生囡仔顺利。上重要诶，嘛要保庇巴肚内金孙平平安安大汉，安尼咱后半世人才毋免烦恼食青发大财。妈，哈，莫讲即款话，若互人听到，我真是会变做因讲的迄种利用囡仔争家产的人。唉，你昨甲因一家人冤家的代志吼，阿兰拢甲我讲啊。你看，连使用人拢替你抱不平啊！搁再讲是我这个做妈妈的，我哪有可能袂唔甘？林昂只不过是替你买一间厝尔，你看，张家迄几个囡仔，因的本性果然拢走出来要对付你啊！争家产，哼！我看哦，好戏搁伫后壁咧。妈，我无想要互我的囡仔变做争家产的工具，而且我嘛无想要互家成夹伫我甲伊的亲人之间为难。即马有迄间厝，我甲我的囡仔未来生活有保障，安尼就够啊。谁想要夹伫中间遮尔艰苦啊？哈？是你伤天真啊！我的戆查某囝，张家遮尔有钱，迄间厝险看的就眼，真正值钱的是公司。你若是无去争吼，到时阵公司迄块大饼，互因拢分了啊！你分到的，就是迄块饼顶悬膜啊，搁落伫个涂骹，你知影无？我看吼，张家迄几个囡仔甲臭老太婆，无你卡已经咧想什么步数，要来联手对付你啊！哼！你也准你家一个人哦，莫袂记啊！你阁有我伫咧遮，互你做靠山。哼！要打来打，宽我！哼！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
对啊，我是讲吼，找恁遮5个囡仔吼，甲恁阿姐吼，做伙开一个家庭会议，甲要分的财产、甲生活股份吼，拢总分得清楚，安尼以后毋才会较无纠纷。阿嬷，你哪会雄雄想要安尼做哈？即马吼，恁阿姐心肝内都敢若周明峰了尔，啊，伊个头壳吼，互周明峰洗脑洗甲遮尔清气溜溜啦。唉，明峰若知足就好啊啦。假使吼伊若小贪，是恁遮囡仔咧食亏。其实吼，即马足侪人拢嘛早早就写好遗嘱啊，这也无啥物拍即水的问题啊。像我啦哈。我早就写好势啊，佮叫律师见证啊，下港遐个厝啊，甲遐个土地啊，我拢也分较正恁啊公平。我就希望讲吼，恁也是像我安尼处理，莫互恁遮个囡仔有困扰啊。啊，毋过阿姐听到这个，敢会无欢喜哈？伊即马阁遐尔健康，阮遮个囡仔就要分伊的财产，安尼感觉足无良心，足不好诶。你有在关心伊的心情，伊敢有在关心恁遮囡仔？恁若即马心肝内吼，只有周明峰甲伊巴肚内迄个囡仔尔。毋管是张家还是兴华，拢是恁妈甲大家的心血。阿嬷毋是遐尔无度量，无想要甲周明峰分享。我惊的是周明峰因为母仔无想要甲咱分享，伊想要霸占。唉，辉弟吼，我毋管你阿姐我你来偏心啦，只要伊分财产吼分了无公平，阿嬷绝对袂放伊煞。文玲啊，你即届吼绝对会徛咧大家这边。阿嬷知影讲吼，你甲明峰的交情袂歹，也毋过拍好掠才总是亲兄弟啊。咱是亲人，周明峰是外人。有一天你若食亏吼，你就知影吼，这个交情拢总是假的啦，知影无？我知影。还佫有哦，咱兜内底这个钱的代志吼，莫互冠华甲恁大家知影。我无想要吼，甲因两个牵落来，安尼代志愈牵愈复杂，安尼无好啦。我知啦。哎哟，阿兰呐，面煮好未啊？巴肚会枵呢。哦好，特别好啊，特别好啊。袂歹袂歹。来，这位。哦，好来啊来啊。喂，你好。阿嬷，你要倒来啊？哈？你附近啊？好。苏江阿姨，阿嬷讲。我知影，迄个老太婆要倒来对无？伊无想要看到我阁无想要看到伊咧。我是安怎啊？安尼咪变怎？你家己食家己食。哦。会记哦。有任何消息保持联络。好 ，OK， 好。迄个敢毋是蔡素贞？咦？阿兰啊！嘿，阿嬷。拄则迄个蔡素贞是毋是有来啊？无啊。无？迄奇怪咧，我敢若有看到伊安尼头咧咧坐入去一台客人车。你今晚面要有上家？
咪哦，做互阿嬷食的啊。哇，系啊，你拄则敲电话转来，我就想讲吼，你巴肚会枵，我就紧做一碗面互你食。你就知影我爱食大面配汤，我就无爱汤甲面两个人做伙，你是袂记少。哦，对吼，歹势啦，我袂记的。我搁订出一碗互你食吼。别，我即摆袂枵啦，即碗你食就好啊，我食蛋卷啦。蛋卷哦，安怎啦？拢无安呢。拢无啊？哦，哪有可能啦？我要出去的时阵吼，迄内底还有半包呢。真是无安尼，谁食呀？阿嬷，你可能是看唔到啊，拄则无人食。无人食，无人食，涂骹人全饼油啊？是毋是你食呀？你老实讲哦，是毋是蔡素贞来食呀？无啦，是太太食的啦。无可能啦！之前我伊食的时阵，伊就讲内底有牛奶味，惊唔敢食，哪有可能是伊啦？有可能即马有新啊，安尼口味会变来变去啦。干嘛呢？阿嬷，你这蛋卷是伫路口的超市买的对无吼？我即马随去买互你食，你等一下吼，我随去买吼。张理长、廖主委，今日哪有闲过来泡茶啊？回民啊，阮有听到风声，讲你即马公司有困难，阮大家朋友斗斗的啊，才有600万，请你收落来。那好意思啦，这钱我袂用收啦。回民，这是大家心意啦，你就莫提示啊。对啦，过去阮有需要的时阵，市议员嘛常常甲阮斗相共啊。即马就算阮报答市议员的恩情，你收落来啦，真正莫客气啦。啊无看利息安怎算，我才算互恁啦。讲什么利息？这钱免还啦，所以你提起因啦。时间吼，一定要搁徛起来，莫互咱家吼规碗捧去啦。因即摆势力愈来愈大，处处甲咱压落底。啊，毋过吼，你放心，阮即几个人哦，自少年都对市议员拍拼，绝对袂我向咱家迄边啦。多谢恁遮尔听我，张理长、廖主委，真正足多谢恁呢。好啊啦，回民，无闲做你啦，有闲吼，阮才过来泡茶啦。有闲过来哦，多谢。行。有力啊！就胖诶。Coffee time。哦，多谢。互你记性较好诶，我今仔日准备的是玻利维亚爪哇水洗，您看没？我拄则嘛咧想，下晡有淡薄忝，应该找你啉咖啡。你今日唔免去工厂哦。我甲爸冤家以后拢免去啊。是安怎？你是替周明峰代班做啥物代志，互阿一无欢喜啊？本来是公司啦，后来变成家内事。哈？爸替周明峰巴倒来囡仔买一间厝。你毋是一直想要加一个孙啊？是毋是文玲有心啊？我暂时无法度上班呢，你可能爱饲我较久咧。创啥？我有心啊。
结果啥款？母唔对啊吼！先讨工场，搁来讨厝，啊，这个真是啥物拢互伊是对也是毋对啊？明仔载拜啦，嘉欣叫伊明仔载中昼进前拢莫出门，囡仔要转来有代志要参详。啊是啥物代志？无你的代志，你问遮多是要创啥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去听了小候鸟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